你可唔可以想象，呢個世界上，竟然有種生物，佢唔單止可以永永遠遠保持住佢最青春可愛嘅模樣，甚至乎，當佢身體任何一部分受損，例如斷咗手腳，又或者心臟受創，佢都可以絲毫無損咁，完完整整咁生返出嚟。呢個聽落去好似神話故事咁，但原來，佢係真實存在嘅。我哋今日要深入探索嘅，就係呢種傳奇嘅兩棲類動物，美西螈，又叫墨西哥鈍口螈。佢哋係蠑螈嘅一種，最大嘅特點就係，無論佢哋生長到幾大，都會一直保持住幼體嘅形態，頭部有兩排好似羽毛咁嘅外腮，睇落去永遠都咁活潑可愛，好似卡通人物咁。不過，真正令美西螈聲名大噪，震驚成個科學界嘅，並唔係佢嘅外表，而係佢哋令人難以置信嘅超級再生能力。佢哋唔單止可以再生手腳，連佢哋嘅脊椎、眼球，甚至腦部嘅部分損傷，都可以完美咁修復，而且仲唔會留低任何疤痕。呢種獨特嘅生物學機制，令佢哋成為科學家研究人類再生醫療嘅重要目標，揭示生命奧秘嘅無限可能性。